我要往的恶路的这来经历主的圣殿，我要用感恩的心来向你献上感谢的祭，我要用喜乐的心来献上恶路罪罪。我要奉献恶路的祭，来进入主的圣殿。我要奉献恶路的祭，来进入主的圣殿。我要用感恩的心，来向你献上感谢的祭。我要用喜乐的心。我要用感恩的心，我要用感恩的心，来向你献上感谢的祭。我要用喜乐的心，来献上恶路罪罪。感谢主，咱的献上啊，要拍谱就拍啊大声的了。啊，感谢主啦吼！啊，这礼拜咱新的电队吼，啊真紧对无？啊真稳吼，啊，佫会当啊较侪人安尼吼。感谢主，咱献上感谢，咱用主的话吼，做来宣告，一起来宣告主的话。来，主啊，我要伫万民中感谢你，伫列邦中唱歌称赞你。你的慈爱那天遐尼悬，你的信实透到强冲。听祈祷的主啊，全人类拢要受困你，罪压倒我，毋过阮的过失你拢要赦免。这位上帝是啥物款上帝啊？慈爱怜悯哦，慈爱怜悯。啊，搁有咧，伊的信实直到万世代啊，信实直到万代。较要紧就是会通赦免咱的罪吼，咱真软弱，有当时啊拢违背伊的心意吼。啊，做咱爱做的，啊伊毋爱吼。啊，咱看见咱会通做是忧伤痛悔心，主无要看见吼。啊，咱邀请主伫咱的生命中来掌权吼，来。邀请咱做伙来开声来祈祷来感谢来学落伊恳求主的怜悯下面，我们恳求来赞美他，来称颂他，啊，恳求他的赦免。哈利路亚！主，阮学落感谢你，阮来你面前来学来敬拜，来将一切荣耀归予你，因为你是享受阮活命，你也是看顾阮，知影阮欠缺主上帝。愿主你是阮所帮助阮，你也是安慰阮的上帝，互阮伫遮欢喜来学落敬拜，你互阮会通伫遮欢喜伫遮来感谢，愿主祝福。亲爱的天父，我的上帝，感谢学落你。今仔伫主你所定的圣日，愿做伙来学乐来感谢，因为阮的好处无在伫你以外，你是阮幸福的源头。愿主你来受阮祝福，帮助阮，互阮手所做的拢会通得到你的固守，也知影伫安息该休困的时阵，阮来敬拜你，你就为阮来守条阮所落落，会通食落落所得到的。愿主来赦免阮无照你的心意。互阮有当时大主大意，用阮家己的想法来超越上帝的主权，愿主你来赦免。今仔日学落敬拜，愿主你的宝座就设立伫阮的中间，听阮的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请坐。咱若恳求请坐哦，咱若恳求主的医治，主的医治跟希望领导我们，咱来读上帝话，做伙来。上帝啊，求你可怜我，可怜我。我要秘伫你遐，秘伫你实果的保护下，幸好灾难拢过去。我要求叫赐权的上帝，逐项事拢甲我完成的上。我讲逐项事拢甲我安怎？哇！你有认捌这是诗人伊家己伫遐认捌代笔吼，来。上帝对天是阮救我，互吞达我的人失败见效。上帝会对我施落慈爱甲信实。哦，
这是因代表伊家己的感受、家己的体会吼。我相信咱若感受上帝伫咱全面性啊、全面性啊，我们全人吼，的一个保护、看顾、供应吼。你欠过啥？你欠啥？你得甲困求吼。伫即几方面，这是咧代表讲伫咱的心、灵。灵甲即个灵界连接，就领受圣神的感动，也是对邪灵来的一个惊吓甲困迫，影响到咱的想法哦。互你哪想哪惊，哪想哪无望，哪想哪对未来无迄款的望，要安怎行落去？咱恳求上帝来帮助。如果咱在座若有需要这牧长为你祈祷吼，你会通原地徛起来。咱的同工会为着你来祈祷，也是这个哦线上的兄弟嘛是你唱花伫你感觉无爽快的所在，需要代祷的所在吼，咱做伙来祈祷伫病院的，你若咧看这个一个礼拜吼，你嘛会通伫遮唱花咧吼。上帝是大医生，超越自然的。咱恳求感谢就出人意外平安临到伫咱中间。好，咱若有需要咱的同工长老会通为着因伫遐祈祷。来，咱做伙恳求感谢。来，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愿主你受因所帮助。哈利路亚！主，阮恳求你受因赐福伫阮中间。主啊，阮的兄弟有需要来恳求你来医治、来帮助、来赐福。愿主你受因所。这病痛离开阮，病毒离开阮，主啊，也阁有确诊的，求主你来医治、来帮助，伫病院的，求你互因真紧会通脱离这个病痛，会通出院，会通倒转伫阮的中间，做伙来学落来敬拜阮上帝，你的受恩祝福。主啊，阮手下伫阮需要你医治所在，你想赐你的医治平安健康，除去这个慢性的病痛离开阮。主，你听阮的祈祷，你嘛应允医治、供应、祝福。你知影阮的心烦恼、操烦、不安、惊吓，甚至伫忧伤的中间，恳求你来安慰、扶持。愿主你受恩祝福，互阮心灵勇健、灵魂体形成，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最后，咱要为着主意来守望，为主来守望祷告，来读上帝话，做伙来。上帝啊，我的心平静，我的心坚定，我要吟诗，我要唱歌称赞，我的心神啊，着醒起来，琴啊、瑟啊，着醒起来，我要甲日头叫起哦。这是诗人，伊讲我的心要真坚定，坚定来倚靠上帝，为着咱个人家己甲上帝的关系，来认罪，来求救。咱为着透过协会，咱的生命教育协会，将做教会对社区、对政府的一个窗仔口啦，有透过这讲座。无论是理财，无论是各方面，拢要帮助咱伫各方面拢会当得到上帝的祝福有交代训练，礼拜来那第一个来接待你，搁欢头喜面你会感觉心情足欢喜对无？若来拄着你是苦过面的讲这毋知偌苦安尼所以咱的交代足要紧的第一线7月礼拜更新。你是毋是开始讲遐早起来安尼还是无共款的心情？我较早起来了后，佫会当伫遮来小组了，做伙爱餐互遮个囝儿孙因会通困较晚遮个30、40岁带囡仔来做礼拜安尼。咱的期待就是毋望互遮个囝儿孙遐个细汉囡仔因会通伫遮来做礼拜，所以。过去咱拢10点外嘛7月开始，咱9点开始嘛差不多啦，就会当困较迄落姑妈你洗摇头衫无问题啦好来，所以咱会通伫遮为着咱的后一代无实在是这囡仔强强拢无来教会所以咱会通为着因伫遮来调整啦
咱透过圣经的强读，就是互咱捌真理，真理要互咱得到自由。为着教育部，咱要装备咱的兄弟姊妹咱为着这伫遮来祈祷，互咱爱读圣经咱讲3日无读册安怎？3日不读书，面目可憎3日无留安怎？就是讲咱袂记了啦，你讲袂记上帝话若要祈祷毋知要怎祈祷所以今仔咱要求上帝来帮助求上帝帮助，互咱会通记上帝真理真理就互咱各方面得到自由。好，我要邀请咱做起立咱嘛要准备入去伫俄罗敬拜，好俄罗敬拜，上帝宝座就设立伫这个所在，咱要大大来领受伊的恩典咱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奉你名来宣告，伫主日的礼拜中间，我们感受你的圣神，感受到你的圣灵的同在，感受到你的圣神会感动阮，感动阮会通明白主的话，明白主的真理，明白主的救恩，会通伫遮用较无的心，亲像落叶无溪水来羡慕你的真理，愿主你来受所伫礼拜中间来拄着你，伫礼拜中间来领受你的恩典，伫礼拜中间来经历上帝你改变我的生命，愿主你说。主耶稣，你为着阮来付上代价，伫十字架顶牺牲流血，就是要互阮有一条路通行，通甲主上帝会通伫遮来连接，通甲主上帝所赏赐的恩典有份。愿主你来赏赐，互阮好好用心用神伫遮来学乐敬拜的时阵，迄个喜乐就充满伫阮的内底。喜乐就是成做阮上好的药方，来帮助阮，互阮全人得到快乐，得到勇敢，会通领受上帝你的恩典，食你所赏赐乐乐所得到的。愿主你来赏赐福，阮也要用主教是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讲。阮的天父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有赦免过阮的人，无得罪阮一时，着救阮脱离迄个歹。伊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无快快受气，阁有丰盛的慈爱。咱若认咱的罪，伊是真实公义，要赦免咱的罪，洗清咱拢总的不义。阿们。阿们。今日是圣的主日，咱要伫遮过来甲主相见，咱用欢喜、高跳的心。将咱内心喜乐的旗举出来，咱唱一首喜乐的旗。喜乐的旗在飘扬，对我心内的声波，对我心内的声波，对我心内的声波。喜乐的旗在飘扬，对我心内的声波。因为主伫我内面行去，我要来高举主，好情人看见，好情人看见，好情人看见。我要来高举主，好情人看见，因为主伫我内面行去。喜乐的旗在飘扬，对我心内的声波。对我心内的声波，对我心内的声波，喜乐的旗在飘扬。对我心内的声波，因为主伫我内面行去。我要来高举主，好情人看见，好情人看见，好情人看见。我要来高举主，好情人看见。因为主伫我内面行去，喜乐的旗在飘扬，对我心内的声波，对我心内的声波，对我心内的声波。喜乐的旗在飘扬，对我心内的声波，因为主伫我内面行去。
我要来高举主，予众人看见，予众人看见，予众人看见。我要来高举主，予众人看见，因为主伫我内面行去。我要来高举主。我要来高举主，予众人看见，予众人看见，予众人看见。我要来高举主，予众人看见，因为主伫我内面行去。哈利路亚！阿门。感谢主，咱拍步啊，将眼光归于上帝。感谢主，你内心有平安无？阿门。你有快乐无？有，那有的人请坐落。好，感谢主，规个拢坐落，规个拢有平安。那有喜乐、有平安的人，就啥物？就愿望。总是咱的愿望，甲世俗人无共款。咱的愿望是伫倒位？伫天顶。上帝为咱备办一个比黄金更较水的一个城市，遐有真好的房间，伫遐咧等候咱。感谢主，因为上帝有情，咱人生都有愿望。阿门。阿门。人讲这人生亲像做眠梦。透早困，起日拢无半项。虽然咱有心，世间人无情，只有看破真多工。愿讲阮人生有主来听当，虽然山车人。有希望，不免嘴怨叹，不免心沉重，不免心酸过目眶红。若不是也予我去做的人，就着我甘苦。咱拢是上帝产业，天顶有在保，永远无破口。两厝来拍开心内的门窗，就是顶头时得着头帮。只要咱有心。上帝嘛有情，这世间有听有希望。人讲这人生亲像做眠梦，透早困，起日拢无半项。虽然咱有心。世间人无情，只有看破真多工。愿讲阮人生有主来听当，虽然山车人嘛有希望，不免嘴怨叹。免心沉重，不免心酸过目眶红。若不是也予我去做的人，就着我甘苦。咱拢是上帝产业。一定有在保，永远无破口。两厝来拍开心内的门窗，就是顶
着头发。只要咱有心，上帝嘛有情，这世间有听有希望。咱是也学我去做，去做的人，就着我坎坷。咱拢是上帝产业，天天有在保，永远无破讲。主来打开心内的门窗，也是领头是得着头发。只要咱有心，上帝若有情，这世间有听有希望。只要咱有心，上帝若有情，这世间有听有希望。感谢主，咱若拍开咱的心窗，主就要来到你的面前，就要进入你的心内。感谢咱有一个软正软弱的时阵，我会当甲各位讲，咱若用唱歌，用懊恼的心来唱出来，用祈祷来甲主相结连，你的内心的所有的结就会拍开，这是事实。咱用这首唱歌，我要吟诗，咱过来学老主。我吟诗来学老主，你心中我活着的是要用主唱歌给我静静想，合你心意，哪甘比可主欢喜，我要我可主欢喜。我的心啊，流落上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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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吟诗来学老主，你心中我活着的是要用主唱歌给我静静想，合你心意，哪甘比可主欢喜，我要我可主欢喜。请咱举出咱手，我的心啊，流落上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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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拢回头来，我的心来学老主，你心中我活着的是要用主唱歌给我静静想，合你心意，哪甘比可主欢喜，我要我可主欢喜。搁一摆，咱将手举起来。我的心啊，流
上帝，我的心啊，上帝，我的心啊，上帝，我的心啊，我的心啊，上帝。我的心啊，着了上帝，我的心啊，着了上帝，我的心啊，着了上帝。我的心啊，我要学了主上帝。为什么你的心啊在忧愁、烦恼、操烦？我的心啊，你就学了上帝，因为伊会解你的忧愁，伊会安慰你面对的困难、的忧伤的心。失去亲人的哀伤，伊嘛知，伊嘛要安慰。愿主你的祝福帮助阮伫学了敬拜中间，将阮的烦恼。边听交托伫主的手中，互阮会通专心仰望主神来看耶稣，互你的真理、你的话语，成做阮的帮助甲快乐。互阮领受基督的权柄，伫地面上捆绑的，伫天顶嘛要捆绑；伫地面上透的，伫天顶嘛要透。这是你互阮借着基督要来经历你丰丰富富的恩典一个运数。愿主帮助阮，知影安怎亲近你，用祈祷恳求感谢来到你的面前，来求讨、来靠赖上帝的时，你就要赏赐阮超过阮所想所求的，会出人意外的平安临到伫阮的中间。感谢主，互阮伫礼拜中间拄着你，你的话就润得阮的高大的心，拢会通互阮有较无的心，亲像鹿。心无溪水，迄款的较无的态度。愿主所下面的时间，甲阮三同在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时，咱三个来唱圣诗第136首《耶稣做咱牧者》，请起立金转手。耶稣做咱牧者，个人拢无害，互你的眼睛真爱阮所在，咱应该着对伊，我可以传路，无论因为空呀，也是点草木，耶稣做咱牧者，咱爱伊声音，以世上来假示，感动咱的心。有时虽然这边温柔地，却无以为传咱是兄弟。耶稣做咱牧者，为着有来信，耶稣老的保卫，虽有个情义，大家有机会是牧者堪伊，哪有主的关心，就像伊本心。耶稣做咱牧者，可以手保护，菜拢虽然结做，羊群伊照顾，
亲像第一温当阳。叫人爱头当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诚心诚实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用虔诚来敬拜你，用真理来调祭你。你是阮的王，你是阮的主。你无留下一项好物，无要互敬畏你的人。主啊，你的正经儿来到你的面前，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赦免阮拢总的过犯，也要医治阮拢总的病痛。主啊，你的圣名好奇大，你的圣名堪伫阮恶路，阮会献上感谢。阮为着过去一礼拜中间，阮的兄弟姊妹，阮所着无爱的，主啊，阮摆咧伫你面前。主啊，你开阔阮的眼光，也互阮当看见上帝你要所做奇妙的事，拢超过阮所求所想的。主啊，阮特别感谢你，互阮即栋49号的电梯会当顺序来完工。主啊，感谢你，因为你所要行的事，拢超过阮所求的。阮感谢你，因为伫你的疼痛内底，阮的兄弟姊妹虽然咧病痛中间，有的也咧病医在异地的中间，有的咧工作中，有的咧家庭中、事业中、学业中，阮有拄着济的困难，总是上帝你的话真侪阮的困难，真侪阮的帮助，也真侪阮的瓦靠。主啊，你讲，既然信靠你的人，主啊，拢要得着头棒。你是阮的避难所，你是阮的关台，阮要来瓦靠你。主啊，感谢你，在你的圣殿中间，你的正经儿抱着敬畏你的心来调祭你的面。主啊，你也擦去阮拢总的目屎，也帮助阮在两者中间来瓦靠你，因为你是阮的爸，你是阮的王。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互阮会当定心得到快乐。主啊，互阮在两者中间瓦靠你，就会当亲像鹰鸟共款，天势飞悬。主啊，阮求你即时甲阮同在，求你的圣神充满伫你的囝儿的心中，互阮领受对你的牧者所要传讲的信息，互阮会当听，搁去做，来荣耀主你的圣名，帮助阮今日的中间敬拜中间来拄着你，互阮会当专心致意来敬拜你，听你的话，互阮过来一礼拜中间，我靠你的话徛在，我靠你的话会当行伫上帝你为阮备办每一个人因生国外的道路，献上阮的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求主的名，听阮祈祷。请坐，这时咱们三角来开印，开文第30篇，也就是诗篇121篇，咱们用轮台方式来开印。我抬头看山，我的帮山对倒落来，我的帮赞对上主来，伊是创造天地主，伊袂互你绊倒，伊的保护者袂拄眠，以色列的保护者袂遁眠。嘛袂困去。上主是你的保护者，伊伫你的身边做引领，你是日头袂伤你，米是月嘛袂害你。上主会救你脱离逐款灾难，伊会保守你的性命，你出你入，上主会保护你。对即时直到永远。这时，咱要请长笛团来献诗。
咱们三个来共他上帝话。诗篇57篇第1节到11节。上帝啊，求你可怜我，可怜我！我要密伫你遐，密伫你受果的保护下，听候灾难拢过去。我要求叫至权的上帝，各项事拢甲我完成的上帝。上帝对天施恩救我，互吞达我的人失败见效。上帝会对我施露慈爱甲信实。我倒伫凶恶的人的中间，因亲像狮，在等要吞食人。因的喙齿亲像枪，亲像箭；因的指亲像来的刀。上帝啊，愿你的伟大搬过天，你的阳光遍照全地。因伫我的脚前设罗网，要互我屈服；伫我的面前开陷阱，家己颠倒跋落迄内面。上帝啊，我的心平静，我的心坚定。我也要吟诗，我也要唱歌称赞。我的心神啊，要醒起来；琴啊、瑟啊，要醒起来。我也要家己头叫醒。主啊，我也要伫万民中感谢你，伫列邦中唱歌称赞你。你的慈爱那天哈尼悬，你的信息透到穹苍。上帝啊，愿你的伟大搬过天。愿你的阳光遍照全地。以上，这时，咱要请主任牧师、约翰牧师来讲道。伊所要讲的题目是：伫困苦中超找平安甲盼望。伫困苦中超找平安甲盼望。请咱同心来祈祷。上帝啊，求你可怜阮。可怜阮，因阮软弱无气力，需要你的帮助。阮啥时伫两者的中间，我靠你，就会通伫遮来得到勇壮。所以阮透过你的话，开阮的心窍，明白你的真理，互真理帮助阮看见，阮是会通有盼望甲有帮助的。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大家平安。今日透过咱即马在读诗篇吼，我真爱诗篇，所以你会发觉讲，咱若伫会前咧祈祷吼，祈祷会时阵，我拢会用真侪即个诗篇诗人因所藏所经历即个经历，甲写做喜乐的、懊恼的，还是哭调啊，你知无吼？所以今仔即条诗歌是啥物？哭调啊啦，就是哀歌啦吼。所以互咱会当知影讲，伫你生活拄着困难的时阵，无人当帮助你的时阵，会当找帮助、找倚靠，对倒来。所以诗人讲，我要业山，我的帮助对倒落来，我的帮助是对创造天地耶和华来。仰望山，就是咧条件，咧讲耶路撒冷啦，迄个住伫迄个耶路撒冷，迄位上帝吼。最近6月7、10、11吼，伫迄个台北的小巨卵听无？听无啦，小巨蛋啦吼。伫遐咱听就是东方不败吼，歌坛的东方不败哦，即个张清芳有偌济人捌伊？有啦吼，有的人拢毋敢举手，知影，互人知影讲你的年纪安尼啦吼。伊伫即个6月7、10、11吼，伫即个小巨蛋有台北小巨蛋有演唱会，差不多25000个人吼，咧参加即个演唱会，所以坐甲满吼。伫迄中间，伊演唱一首诗歌叫做《最深的所在》水深之处。伊要选即首诗歌的时阵伊的演唱的团队甲讲：毋通啦，迄圣歌呢，歌迷可能拢无啥爱听啦。但是伊甲因讲一句话，讲我唱的诗歌无共款，
因为这几年是上帝陪伴我度过我人生的这个困难。哦，伊咧唱的时阵，伊老母就坐伫这个观众的位的所在。较早伊老母叫伊讲，你莫开演唱会，总是即马呢，伊老母鼓励伊开演唱会。虽然伊老母的信用甲伊无相，还是经过真侪遮的困难，咱也知讲伊的婚姻伫迄中间来结束，所以伊面对伊伫人生的真侪困境的时阵，伊讲上帝陪伴我来行过，所以伊坚持要唱这首诗歌，最深的所在。我邀请咱做来唱看卖，是华语的华语的吼。咱小可唱头前啊，是讲中遮啦吼。这是最深的所在，互我感受着讲，彼得伊伫规暝掠无鱼吼，伫遐咧唱捕破网，看着网目眶红破到遐大空，耶稣甲讲啥？行。到最深的所在拍网掠鱼，若是你是我较专业你较专业，你也袂晓掠鱼，是我掠鱼，你是我规暝拢掠无鱼，整夜劳碌毫无所获。但是讲一句话很经典，是互伊经历，但依从你的话，总是照你的话啦。好，我就拍网，结果咧有掠半只鱼无？无啦，拢规只的啦，对不对吼？两台船拢满，对无？拢满。所以险遮的同伴来讲，紧的咯，我掠袂去啊！做伙来掠去安尼吼。咱来唱这首诗歌，好无？来学这首新的歌。所以伊伫正人面头前公开伊的信用，伊洗礼过耶稣，那声音。这若等于咱会当去 YouTube 听，你也拍水深之处，拍咧都有这首诗歌。你的荣耀吸引我，你的话痴心幡抖，让我渴慕你更多，带领我进入水深之处。你的荣光覆盖我。你的气息吹向我，让我认识你更多，带领我进入你心深处。彼得就是耶稣，来到最深的所在你的荣耀吸引我。你的话痴心幡抖，让我渴慕你更多，带领我进入水深之处。你的荣光覆盖我，你的气息吹向我，让我认识你更多，带领我进入你心深处。耶稣。耶稣，耶稣，渴慕更多，更有你，渴望深深与你亲近，有你荣光照耀地方，有气息的，凡有气息都要歌唱。渴慕更多，更多有你，水深之处与你相遇。单单贴近你的心意，心中你心中呼求主，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耶稣，爱你，爱你。
更多有你，渴望深深与你亲近，有你荣光照耀地方，栖息地欢有喜，所有歌唱，更多有你，随身之处与你相遇。单单贴近你的心意，心中呼求你，心中呼求主，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耶稣。OK， 好，好。这首歌我感觉真水，就是伊一开始在讲。囡仔会喘气的吼，咱着拢爱安怎来唱歌？较无搁较侪，有你的同在，到最深的所在，甲你相拄。彼得吼，伊就是伫最深的所在，伊伫遐规暝掠无鱼，伊就是耶稣讲开到水深之处。伫迄个深的所在，兼且是伊惊吓的所在吼。是他很恐惧的地方，为什么？为什么？昨夜在那边毫无所获啊！我无采工啊！我今若搁去，是毋是会拢掠无啊？一个转折，一个改变，好，总是照你的话。你知影，这个改变伊的人生，改变伊伫遐拄着主耶稣。对掠无鱼到2台船强要沉落，迄就是伊生命的经历，敢毋是？咱来看大笔伫伊生命中间，伊甲歌利亚的相战，伊甲扫罗之间的关系，因为一首歌，顶礼拜老牧师有讲对无？因为一首歌，伊开始走路。开始逃亡的人生，什么歌？扫罗开始千千，大笔开始慢慢，安尼差偌济？无嘛差9000尔嘛，对无？哦，因为差这9000，有当时兄弟也是亲人，因为几仙钱，就安怎相争、相刣，敢毋是相冤？有当时会因为小可代志，致到迄个关系破裂。兄弟姊妹，大笔是因为伊嘛是去用害你，知无？恁若莫唱首歌着，我今仔袂走路啦，安尼哦。所以今仔你若去看即首诗篇的标题吼，我有准备一寡遮的讨论的题目。你也去看讲，即标题在讲啥？是伊什么的时阵，伊拄着什么款的境遇的代志，伊开始走路，伊走去对，安怎？伊的心境是安怎吼？所以你会当去看诗篇57篇，伊头前的标题，迄个标题吼，伊念的咱会来讲吼。所以伫遮咱有看大笔，伊是伫要互人追杀吼，伊甲帮战，伊诚做英雄总是咧，但是呢？为什么我成为一个逃犯？为什么我成做一个逃犯？若听到消息，我走到地，伊就要约到地，就要甲我刣。所以伫迄个困境的内底，这是表达伊的一个困求祈祷。兄弟姊妹，你咧，有当时咱的病痛的中间，你有为伊呼求无？还是敢若伫遐海餐？还是当将你的海餐直接来犒劳上帝？过去3礼拜实在是拄我开始爬楼梯的时阵，还阁有困难。爬到尾爬到5楼你就知，文成顶就知，若爬到7楼要拍乒乓，会箍鸡安怎？你听讲当时要完工已经好啊，但是牧师娘毋是讲要迄落好啊哟，我嘛足无奈，你知无？所以你了解我的明白无？我囡仔爬起来毋是讲要好啊，我嘛足爱特别好，不过今仔早起落来心情足好诶，对吧？
哦，一起落，哇，出一个8楼道吼，哦，啊，你知影迄个心境无？我著甲上帝讲啊，因为我较有迄个经历啊，我拜托啦，明仔载吼有个别礼拜我拜5卡的哦，啊，听讲拜5会当交啦，总是啊，迄个经理找无，最后要转因啊，迄个主管可能翘班的款。嘿，所以我就祈祷讲，上帝啊，明仔载吼有少阮一个告别礼拜啦，吼，啊礼拜吼，若无伫遮做礼拜，啊，搁来调整，啊，搁来啊一寡场所，啊，若迄个较关老的教授吼，逐个都看了安怎啊，莫去哩安尼，对无？吼，所以我就祈祷上帝啊，你感动啊，啊，叫我看，哎呦，有毋茫哦，哦，昨爱安怎？爱上班无？哇，昨爱上班啊，爱补班啊！我讲啊，感谢主上帝啊，你感动啊！我迄个经理会当找到迄个主管，然后因仔甲卡落哦，啊，迄张你坐电梯有看到迄张哦，稳准啊、安全的证明哦。哇，感谢！迄个秀芬这互迄个入念火话转来啊！吼啊，张义主任就讲，不是念伊哦，10点到12点要来交车啦。哦，拍鼓啊，归互上帝好无？会记我顶礼拜伫遐报告时讲啊，真期待啊，真期待啊，较出来的期待吼啊，所以吼，本来到月底对吧？本来讲到月底，安尼省几工？哦，家己变讲12工诶，所以我毋免逐工讲啊，当时好袂啊，袂好哦。你著知影我诶心境。你若拄着一件代志，互你心烦诶时阵吼，你著知影讲哇。啊，过来啊，啊，过来啊，哦，所以咱会通对大细项代志，你会通透过你的祈祷来求上帝来帮助，哦，这位上帝敢会当帮助你，所以你要认捌，伊毋是帮助你会当伫遮生囝尔，伊毋是帮助你会当伫遮得到医治尔，伊是全面性的，哦，所以嘛看见，啊，咱的青年啊，毋茫讲要搁有产业哦，本来医生讲你这若照你这情形，无啥可能哦。总是安怎？哦，看到因po FB 哦，搁相信的呢，吼，相信的知无？查甫的啦呢吼。所以感谢主你啊，看，互无变做有的上帝安怎伫你的生命中间，你欠过的时阵，伊甲你诚做你的供应帮助吼。这是咱会通求啦，会通认捌，总是会通做的是啥？是上帝啊，这位上帝啊，保护你出入平安。保护你的手所做会通行通顺利，保护你供应你食落落所得到，这位就是你会通经历的上帝。不过咱常常伫迄个困难的中间，你毋知影通呼求，会通靠赖上帝，会通直接来对伊来恳求啊！你只有伫迄中间来海产啊定嘛，你会通做是安怎？伫海产的中间吼，你会通直接将你的海产亲像大笔。伊直接变做一首爱歌，头前爱，后壁安怎？后壁懊恼啊！所以你要看伊的诗篇内底，头前爱啊，总是伊伫伊的心内底讲，我的心坚定啦。你头前讲可怜我啦，后壁讲我的心要坚定，我要倚靠你哦。所以咱来看讲，什么互你的心操烦不安啊？哦。代表是因为讲一句话、一首歌、一个怨道，互伊安怎开始走路、走东走西、觅山洞。我会记阮去咱去土耳其的时阵安怎？哦，有当讲兄弟姊妹讲，牧师啊，来住一个洞穴旅馆。袂歹啊，对无？哦，总是有人会小可会嫌的。迄个面床、迄个碰床，哪有小可有沙啊？讲要住洞穴旅馆，当然嘛有沙，对吧？是讲暗时困的时阵，喙莫开，安尼就好啊。不过内底拢有啊，有冰箱，有烧气，有啥物拢有咧。哇，我做无共款的体验。总是你知影，台北是安怎？住磅空是安怎？米无路啦，有碰床无？有烧气无？无啊，还有人要去遐大便，你知无？你来去看撒母耳上卷24章，你就知影哦。迄是迄个稳基底的所在，有无？发生啥物代志？
迄个所罗王哦，歹巴肚啦，哦，赶紧走去山洞哦，要打劫，要伫遐上便所啊。结果迄个大毕甲伊军队的人拢伫内底，臭毛毛你知哦？伊有机会甲刣啊，哦。咱有看伊讲有啥物代志，互你心烦意乱，互你感觉超烦的无？有无？咱来读这段圣经哦。因伫我的骹前设罗网，要互我屈服；伫我的面前开陷阱，家己颠倒跋落迄内面。所以伊拄着的是要刣伊的性命哦，毋是小可代志啊哦。所以伫遮伊的心超烦、惊吓、不安。为什么我走到地，风声若到，消息若到，伊扫罗就安怎找军兵？然后要伫遐来对杀，伫咱的生活内底有啥物款的压力啊无？咱即嘛有啥物压力无？工作、婚姻、课业，咱的囝儿孙对无？课业嘛会引起大人的烦恼对无？我这个囝仔哪会遐烦慢袂读册？可能有你的 DNA 嘛。无多啊，对吧？哦，所以有当时是安尼，拢怪囡仔对无？你哪会遐含慢？哦，其实即摆囡仔作业你看有无？数学看无啊？过去咱拢遐简单，即摆数学就爱以加等加安怎？哦，根本连我都看无啊，对无？吼，所以足难的。即摆本来真简单的数学，甲变做足困难的。所以咱有真侪即个工作债务。压力对无？钱四卡两卡，生育都约袂着安尼对无？所以伫遮，最近你毋知有看到一个新闻哦，大陆有伫河北省河北省的一个25岁查某囡仔，买一间厝啦，买一间厝人民币300万差不多代表偌济啊？讲差不多1300万啦，1300万。买一栋厝了，伊较算算讲，我要甲遐贷款拢纳了，差不多爱500万的人民币啦。所以差不多我挂遐利息安尼，代表讲差不多爱2200万，讲惊人过所以伫咧中间伊就想讲，哇，安尼我无法度纳袂起，想讲要甲卖掉最近的房市都安怎崩盘，所以卖差不多剩150万，代表剩到650。所以安尼心烦意乱，怎对高楼跳落来，结束伊人生啊？这是最近这2天的新闻尔的。所以心烦意乱，互人感觉有当时会惊绝路。你咧，你可能会安怎想，还是袂安怎想？所以这压力会造成互咱面对真侪的这失去。第二，就是讲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可能冲突亲友的中间感情的困扰等等，这拢会引起像咱甲人交陪社交出问题，你毋知影要甲人安怎直接安怎交陪这拢会互咱感觉讲迄款的失望甲孤单。你知影大兵伊去走路时，阁有400人对400人跟他啦，这400人拢创啥？拢去互人受困迫的啦，欠笑啦，走路你知道，就欠人钱，过来咧，心烦艰苦的遮伊家己搁咧一人搁咧烦袂了啊，过来安怎？400个人斗咧烦，安尼足烦无？所以你知影伊迄款的情景所以。这影响第三就是讲健康啊，咱老慢性病对无？哎哟，遮哀遐哀对毋对？定定拢看伫咱的这个病痛，所以你若有慢性病过，你就知若咧疼起来咧哀起来，你就知所以这有当时最近的一款年长者有较侪自杀，就是安怎？孤单无伴，然后咧病痛这久年病痛甜判，所以有真侪照统计，真侪遮从到尾嘛是惊迄个绝路失去亲人。咱昨伫遮为着秀恩姐举办这翻山告别的礼拜要行出迄个你的至亲，你所疼的人迄个哀伤，无简单。
总是咱伫信仰内底要安怎帮助咱。咱既然知影讲伊去上帝也是厚德无比，不至较好哦。上帝为避办黄金城所在，那安尼咱要安怎伫遮来解咱的少年的忧愁，也是讲迄个毋甘哦，咱通祈祷安怎交托，安怎互耶稣来帮助咱。这个就是代表伊伫伊面对的困扰，嘛是咧提醒咱心受这个困扰吼。第一就是讲，咱伫迄个孤单无伴无帮助的中间，特别代表伊伫迄个走路的人生哦，迄个逃亡的生活伊被逼离开伊的亲人。如果你若去看撒母耳上卷22章，伫遐写讲啥？伊走去到伫迄个别人的所在到伫亚杜兰洞、阿杜兰洞吼，伫迄个所在，伊的兄弟、伊的爸母听到安怎，甲赶要去伫遐甲伊会合。所以你也看伫迄个逃亡的中间，伊爱四界走闪，四界去觅，然后咧，伊无一个会当久长徛起的所在。诗篇57篇咧提到讲，伊的灵魂、伊的心境，好亲像倒伫迄个狮仔的中间哦，随时有迄个危险，随时要甲吞食，伊阁无法度伫遐有人甲帮助。所以伫遐吼，伊走到伫即个菲利斯遐，也是讲伫加特王吼，你知影？伊走到伫别个人的所在。伊较早甲人相战啊，即摆走去人的所在，伊爱激狂，你知无？伊爱假笑呢，喙烂呢流互人流，哎哟，即个人笑啊，你知？伊爱变做安尼，所以真正孤单、无伴、无帮助，佫爱假笑。你若去看撒母耳上卷22章哦，你就能看到。24章就是讲，遮个军队的人400个，遮个拢吼，伫迄个中间吼，失望的吼人生嘛拄着真侪遮个艰苦，所以伊对伊遮个人，你也看有法度帮助伊啊无？可能佫加伊的麻烦哦。第三，咱有看讲伫性命拄着威胁，这是2007年我伫迄个因基地哦，有可能有一寡学者，伊有可能是秘伫即个山洞啦，吼，秘伫即个山洞。你望看远边仔拢是无草哦，总是伊遐有一股的泉水哦。若水有较济时阵，我一边去以色列即个所在因基地哦，就看真侪即个囡仔伫遐咧耍水哦，伊遐有一个好亲像大个水窟安尼吼，所以伫遐哦，所以这。你若有去看过，你就知影，迄个所在，伊要伫迄个中间来走闪吼，要来逃避大逼所罗的伫个追杀吼。咱来看伫温基底即个所在拄好讲即个代志，就是安怎？所罗王伫遐要来去大解安尼吼，伊来有甲刣无？无啦，伊尊重上帝。伊是上帝所拣选的哦，所以呢，伊敢若甲挂啥三句伫伊衫安尼挂开，伊安尼心就袂得过啊！你知？伊感觉上帝安尼我得罪你哦，这是你所我有所拣选的，我甲安尼做上啊，安尼毋通啦吼。所以伊无甲上啊，伊军队的人讲较刣啦，安尼你就免伫迄个来走路啊，敢毋是？总是咱看讲。即个代表甲上帝的关系非常的好。伫失败时阵，伊嘛知影安怎伫迄中间来认罪。所以伫遮咱有看讲，伊有遮侪问题，伊要安怎伫遐来解伊的忧愁啦。安尼姊妹足好诶，伊就咱有看真侪遮诗篇，即篇的标题讲是代表所做的啥物诗？金诗啊，甲你的边仔讲金诗啊，吼，无几首啊，即篇是其中的一篇金诗啊，吼。所以表示讲，伊真重视，然后伫迄个生命经历内底，伊安尼头前靠赖上帝，伫后壁学了上帝，称赞上帝，这是一个心境的改换。伫爬楼梯足艰苦，总是我转换一个心境啊，感谢主，学了主啊，若唱诗歌，真紧就到啊，你知？你若知，哎呀，我逐工拢爱爬，哎呀，安尼就毋知要喊到当时，你知哦。所以伫遮咱看迄个心境的转换，是互咱会通伫困境内底学了袂？学了就
带来迄款的官兵甲溃烂。西拉甲保罗，我足爱用因迄个伫个困境，互人拍、互人关、互人连调的，总是因当学了敬拜上帝的时阵安怎？骹靠手链就拢脱落，家家门拢拍开。直接要帮助咱会通困求，你咧求啥物？大笔咧求啥物？咱来看，大笔咧求啥物？做伙来，上帝啊，求你可怜我，可怜我，我要美伫你遐，美伫你实骨的保护的，听候灾难拢过。伊互人对煞，伊要找一个安身之所，伊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伊要找一个会通有保护的所在，伊要找一个会通安稳好亲像诗篇23篇咧就讲，带我到伫安静的水边，带我供应我，互我有通领受你所准备的在草料，所以这头一个就种代表，这伊的保障毋是山洞，毋是迄个稳捌的所在。伊咧讲的讲，上帝啊，我无能到地，你就是我的保护，你是我的保全，你是固守我的，你是互我伫咧山洞敢在真寒冷，互我会通有温暖，互我会通亲像迄个鸡仔囝互迄个鸡母伫伊的膝骨下迄款的感受啦，你会享受伫咧主上帝的保护的内底伊嘛咧宣告讲，你的主爱，你的信息是不变的啊，是主爱不变，信息不变。所以这个经文拢咧提起讲，伊的境遇头前哀歌，后壁会通伫遮来学了，是因为伊过去伊经历，伊认捌讲，细粒石头就互迄高墙大汉的哥利亚倒落今仔日我拄着即个佫毋敢甲伤害即个王。只有你嘛，因为到尾啊，扫罗王互啥物人废掉？互上帝废掉啊！上帝膏我，叫撒母耳先知来膏我大笔，要来取代扫罗。所以伊真巧，就是讲对上帝来恳求，毋是用伊家己来做，用伊家己来抬，毋是。所以伫遮咧提醒来讲，拄着遮困难时，莫先用你的方法，你靠落上帝，你甲伊讲，伊讲你的心内事，所以祈祷啥？心事啥人知？讲互上帝知，靠耶稣的名，阿门。最后一个就是讲，伊咧毋茫讲有一个拯救，有一个帮助，伊有机会太少了啦。伊会通将即款的逃亡的生活来解决，总是伊无爱，因为安尼可能伊会遭受真侪遮困难。总是伊在做，伊恳求上帝来怜悯，上帝来出手，所以伊恳求上帝来帮助，来施伊的恩典甲拯救，来帮助伊度过这难关。今仔日咱伫咱生命中，咱是毋是有拄着这困难、这难关嘛？兄姊妹，特别面对死息，检查咱无毋茫。最近既然这节节啦，拄着这病痛我用视讯伫甲伫病即个病院伫遮视讯嘛，过去是真虔诚的实际吗？还是即个民间信仰的宗教啦，其中啦我想伊的姊妹真有心要传福音，总是你看人人要拄着上帝无简单。但是因为大家祈祷感谢甲恳求互这贵英姐伊伫迄个群组讲伊想要洗礼啦我讲来你为你祈祷，你会当平安出来会当健康来，咱做伙伫遮来见证上帝的救恩的拯救啦我会记得对个中间讲开视讯要开视讯我即摆那贵安尼，我毋通安尼讲。我上帝创造咱每一个人拢是无共的水，只可能伫迄个病痛中间会感觉讲，迄个面容较憔悴不过我伫提醒着种兄弟姊妹，感谢咱伫咱的软弱中间上帝看你还个上高水的啦，上帝看你还个是上水的，因为你是伊创造的。敢毋是？
所以咱相信，像大笔相信共款，你会当拯救我，你会当帮助我，人袂当帮助我的心，只有你会当帮助我，人会当离开我的心，只有你会当伫遮来互我活靠吼。你会当做的是啥物？主啊，我袂啊，我要。上帝咧等你开嘴，你要不要？我要，我要我靠你。我真配合大笔哦，无论是伫伊顺遂的时，还是失败的时阵，伊拢甲上帝讲，我袂，莫对我的心上收回你的啥？你的圣心。我袂你甲我相同在，我要认罪。我要恳求，我要祈祷，我要伫困苦的内底，我要呼求你。所以咱最近咧读诗篇有真侪是伊所写的，也是借着伊名所写的。我邀请咱做伙起立来，做伙起立。这首诗歌我嘛足爱哦。上帝有情啦，人生就毋茫。有上帝有听就上帝同在哦。咱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听哦。人讲这人生亲像做迷茫，头早困，起朝拢无半项。虽然人有心，世间人无情，只有看破真多工。愿讲阮人生有主来听当，虽然山车人嘛有希望。毋免嘴怨叹，毋免心沉重，毋免心酸过目孤红。若毋是也好法去做，去做的人就着我感觉，咱拢是上帝产业，天顶有财宝，永远无破光。主来打开心内的门窗，就是顶头是得着头帮。只要咱有心，上帝嘛有情，这世界有听有意望。若毋是要我去做，若毋是也好我去做，去做的人就着我感觉，咱拢是上帝产业，一定有财宝，永远无破光。愿主来打开心内的门窗，就是着到时得着头帮。只要咱有心，上帝嘛有情，这世界有听有意望。只要咱有心，只要咱有心，上帝嘛有情，这世界有听有意望。同心来祈祷，上帝啊，你有听，你有情，你有信心，你嘛有公义。为着要满足你的公义，所以你用牺牲的听，耶稣基督来到阮的中间。你知影阮的艰苦，阮苦袂了，阮苦袂起，总是因为耶稣伫阮的生命中间，阮靠主，互阮苦会起。阮伫苦的中间，
会有甘甜。互阮伫苦的中间，知影你甲阮相较同在；互阮伫失去的中间，知影你的安慰，知影你的扶持。感谢主，你伫困苦内底，你大声来担当阮的艰苦，背阮的担。你伫十字架顶付出的代价，互阮成做果仔头水的果子，就是因为你的果仔。愿主赐予阮每一遍的礼拜，透过你的话，拢互阮会通学习安怎亲近你、捌你、恳求你。特别阮知影有真侪这病痛颠簸阮，影响着阮对你的信靠。阮真正恳求你，互阮的兄弟姊妹伫苦难中拄着你，伫无忙的时，你就诚做人忙。伫因软弱时，啥时软弱，我靠你，啥时就变勇壮的。愿主所赐予阮，互阮靠主经过人生这个苦难，拢会通感受到上帝你的陪伴。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请坐。